中国和美国竟然在同一天发出了最高级别的撤侨警告，这可不是演习，这是战争可能随时爆发的信号。因为美军在中东集结了自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最庞大的兵力，福特号和林肯号双航母战斗群已经就位，几百架战机、几十艘军舰，总兵力超过5万人，直接压到了伊朗家门口。与此同时，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还在艰难进行，双方在核问题、导弹问题上寸步不让，火药味浓的呛人。但伊朗手里有一张投降王牌，他可能会为了跟美国和解，把中国的利益当成谈判桌上的筹码给卖了。中伊之间那个4000亿美元的25年全面合作计划，实际落地并不顺利。伊朗之前就有过把中国投资的项目转手给别人的先例。要我说，国际博弈从来都是利益至上，没有永远的朋友。但中国也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，指望别人顾全大局，不如自己手里有牌，心里有底。中东这盘大棋，中国看得清，也走得稳。